嗱，呢一個咧係一個嘅黑色仿皮嘅。咁我講佢個配搭先。咁佢呢一個位置咧有一個幫你咧可以咧 fix 咗個帶嘅位置，等佢咧就唔好抹開啊，唔好漏漏爆爆又完全可以上肩嘅。係啦，肩帶亦都係做咗一個好幼細嘅一個嘅設計啦。OK， 係就唔會話幼細啲得嚟咧，就會係女性感重一啲嘅。可以平時我哋唔係話襯到我咁型啦，我哋 OL 啦，其實佢都可以襯翻佢嘅嗰啲翻工服啊。真係容量非常之大啊！我諗你其實真係當兩個手袋去用咯。點解咧？因為咧，其實你喺度呢一度可以擺一個電話嘅一個長度，呢度又可以一個電話嘅長度嘅感覺，佢完全係可以擺到好多嘢喺呢一個容量入邊。我覺得我哋一個電話啦，可能一個化妝袋仔啦、power bank 啦、一個記事簿仔，其實你仲可以接一條頸巾仔入去，佢都可以，因為佢本身佢已經係一個長身嘅設計，嗰個袋位係好深嘅，係好深好寬闊啦。咁入邊咧就有一個側邊呢一個咧有一個嘅暗格啦，有一個寬闊嘅暗格，同埋呢一邊咧，另外一邊咧就有一個拉鏈嘅拉鏈位置。OK 係啦，咁就有呢個嘅黑色啦。跟住有一個啡色，全部都係撞色線嘅，得唔得？係啦，撞咗白色線。跟住呢一個象牙白，係啦，3個顏色。